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Alistair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勁嘅消息嘅。咁咧就係一個 PyLet's 同呢個 Sign 合作。等陣先啊，咁就唔係話 PyLet's 要上咩 exchange 嘅。另外啦，呢個 Sign 咧，大家可能唔知咩嚟嘅，佢唔係一個 exchange 嚟嘅。咁咧 PyLet's 點解要仲同呢個嘅 Sign 合作？咁背後咧帶嚟咩啟示？咁呢條片咧會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。首先咧，想講講呢個嘅 Sign 係咩公司嚟嘅？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幫呢個項目同埋 project 去做呢個鏈上代幣分發同埋呢個基建嘅。咁就好似一個專業嘅派錢機構啊，去幫助你去搞掂呢個空投分配同埋一個結算嘅。咁可以達到呢個少啲錯誤啦、快捷啦同埋安全嘅效果嘅。咁最近啊，即係之前啊，Sign 咧就拎到一個 YCI Labs 啊，呢個係一個幣安前身 Binance Labs 改名之後嘅一個投資部門啊，佢投資咗1000到800美金。大家可以睇到 Binance 自己投資嘅部門啊，都揀 Sign 合作。你可以話呢個信任度非常之高啊。咁 so far 咧 PyLet's 已經踏入呢個嘅 exchange 嘅階段嘅，呢一步咧只不過係開始嚟嘅啫。PyLet's 咧未來要做嘅嘢非常之多啦。如果佢要做得更加好嘅話咧，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呢個代幣嘅流通啊，要夠穩陣啦。另外啦，就係佢嘅分發啊，要公平透明。第三咧，就係一個社區信任啊。而呢啲咧，正正係一個 Sign 嘅專業範疇啦。你可以咁樣理解 PyLet's 同呢個 Sign 合作，唔單止係一個技術嘅合作啦，仲要係一個國際化，為一個國際化鋪路啊。另外啊，再加上 Sign 背後一個 Binance 嘅影子，咁意味住啊 PyLet's 有機會進一步融入呢個主流交易生態。咁當然啦，觀眾亦都非常之關心，除咗呢個有機會上架幣安，呢個 PyLet's 一個幣價嘅暴漲係最關心之外，對我切身嚟講咧，仲有咩係需要關心？好簡單，呢個交易系統咧，第一樣嘢就係交易系統會更加安全可靠啦，更加穩定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市場流通嘅渠道會更加廣泛。咁長期嚟講啊，PyLet's嘅價格基礎會更加紮實啦。換句説話嚟講，以前 PyLet's 最擔心嘅一個 PyLet's 嘅透明度啦，同埋呢個交易落地嘅問題，隨住呢個 Sign 嘅入場咧，可以得到至少多一層嘅保障。咁記住啦 ，PyLet's 雖然已經上咗 exchange 啦，咁唔代表可以盲目咁樣去投資或者炒作嘅。咁咧呢個市場咧非常之大嘅波動啦，任何嘅消息或者呢個嘅莊家鯨魚都有機會乘虛而入。咁咧大家作為一個投資者，一定要理性咁樣去玩呢個嘅 project。咁大家咧千祈唔好因為聽到有 Binance 會覺得將來會上架幣安，就會即刻衝入去，即刻去買派幣。咁咧大家要記得去冷靜啦。咁 overall 嚟講咧 PyLet's 同一個 Sign 嘅合作咧，等於可以話係啊，同日後呢個嘅國際接軌啦，呢個交易所嘅落地，同埋再加埋呢個嘅大機構嘅背書，未來嘅前景啊，可以一句説話嚟講，就係非常之值得去期待。如果你想獲得更加多 PyLet's 或者其他幣圈嘅消息，記得去 CLS。大家認為 PyLet's 同一個 Sign 嘅合作係單純嘅一個技術合作啊，定係 PyLet's 為上架幣安做一個鋪路嘅準備？大家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